各位弟兄姐妹，大家早安，大家平安。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到上帝面前，一起来敬拜，也在当中要一起领受上帝的话语跟恩典，让上帝带领我们。我们在当中将自己摆在上帝面前。当我们在敬拜，当我们在读经，常常也是在告白我们的信仰。我们再次跟上帝说：“我美好救主，愿我们的生命当中一路都有上帝的同在。”我们一起来敬拜。回想那一刻，曾被爱抱紧，一路有主的旅行，无数破碎伤痕有你抚平，赐我新生命，心灵的安宁。在世人眼中，我胆却战兢，你话语赐我信心。当我抬起头，你不离弃我，紧紧抱住，接纳我，我美好救主阿爸父，带我脱离黑暗深幽谷，在你眼中远胜过珍珠，天父的大爱我无法细数，我不再畏惧高山低谷，因你同行，在一路上保护，唯有你能使爱哭变祝福，永远信靠我救主。
在我们当中来成为我们的帮助，恳求你带领我们。亲爱的主，我们要将这些都摆上，我们要将今天的聚会恭敬的交托在主你面前。亲爱的主，愿主你就在我们当中来掌权。主，我们将今天的聚会仰望交托，献上我们祷告的奉靠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今天4月29日，我们要一起来读的经文在列王纪上。在列王纪上第11章第14节到第25节。第11章第14节到第25节，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。于是上主使以东王室的哈达敌对所罗门。在这以前，大卫征服以东的时候，大卫军队的统帅约押曾到那里去埋葬阵亡的人。约押跟他的部下留在以东6个月。那段期间，他们杀了以东所有的男人，只有哈达和他父亲的一些以东仆人逃到埃及，没有被杀。那时哈达还是一个小孩子，他们离开米甸到巴兰，跟那里的一些人会合，然后投奔埃及。埃及王给哈达田地、房屋，又供给他食物。哈达赢得了王的友谊，王把他的小姨，就是王后达比尼的妹妹，给哈达做妻子。他给哈达生了一个儿子，叫基努拔。王后抚养他，使他在王宫中跟王子们同住。大卫去世和统帅约押已经死的消息传到了在埃及的哈达耳中。哈达就对国王说：“请让我回我自己的国家去吧。”王说：“为什么呢？是不是你有什么缺乏，所以要回家？”哈达回答：“没有，只求让我回去。”于是他回自己的国家去。哈达做以东王，成为以色列的死对头。上帝也使以利亚大的儿子利逊敌对所罗门。利逊从他主人索巴王哈大底谢那里逃出来，招聚了一群强盗，做他们的头目。这是发生在大卫打败哈大底谢，杀了他的叙利亚盟友以后。利逊跟随从到了大马士革，在那里住下，被永立为王。所罗门活着的时候，利逊跟哈达一样是以色列仇敌，他加增以色列的祸患，且又控制亚兰。我们今天经文在列王纪上第11章14到25节，让我们再用点时间来读今天的经文，来领受今天的经文。
大家平安。在今天经文当中，我们不知道看到什么。在前面经文讲到说，所罗门离弃上帝，所以昨天的讲到经文用"变了"这个词，变了，一个人变了，其实也带动了整个国家变了，整个情境变了。所以当中我们看到了所罗门王他变了，他从敬畏上帝、向上帝敬拜献祭的君王，开始进到自己家庭当中，然后迷失在那里面。所以当中变了之后，上帝也慢慢的在转换，怎么样来对待这个家族。所以我们看到，其实有时候很难，当一个人变了，他不再跟随你，然后你继续的更多的祝福给他的时候，似乎在加强他这一个。而在当中，当他拜其他神的时候，又领受这么多的恩典，是不是又更加强？哇，我拜这个神才是对的。所以当中，我们看到在这里面，所罗门王他变了，他离弃了上帝。所以在当中，让我们回来看，其实那个誓约很重要，那个约定很重要。上帝说，如果你一直跟从我的话，你的子孙一直跟从我，遵守我给你们的命令，那这一些赏赐给你们的，一直就在你们家族当中没有问题。那当你们离弃我，当你们背叛我的时候，那这一些就不是如此了。所以我们看到这整个情况一直在变了。当所罗门王他开始离弃的时候，这整个情况就变了。所以在当中，我们看到在这个过程里面开始在转变。所以他是昨天13节讲到说，我不把整个国家从他手中夺走，因为我为了仆人的大卫的缘故，为了耶路撒冷这座我自己选立的城，我将留一个支族给他。上帝还是怜悯大卫的家族的，所以还是留下一些给他。而在当中，我们看到接下来的事情，这边讲到说，于是上主使以东王室的哈达敌对所罗门。因此在当中，我们看到常常是如此，上帝用外族的方式来针对他的选民。所以外族的攻击，甚至把他们掳走，把他们抓走了，用这样的方式去调整。所以后续我们看到，当以色列被掳的时候，他们在非常痛苦的时候，他们又来到上帝的面前，求上帝的帮助。所以这一直在当中说是以色列人生命的循环。而在当中，过去到现在，在看到我们基督徒的生命，不也是如此？看到教会的情况，不也是如此？常常就是这样子，好像往上走，但是到了下一代，在当中我们看到大卫不竟然到下一代，所罗门王在他后半生的时候就已经陷入在那个境况当中了。我们常常觉得，下一代以后的事情才会发生，但我们看到所罗门不是如此，在他离弃上帝的时候，这整个国家就开始改变了。所以在这里面，我们看到上主使以东王室的哈达敌对所罗门。所以开始敌对他。其实我们看到，当他在盖圣殿的时候，那20年似乎是太平盛世。所罗门他的王室非常的广阔，他的帝国非常的广阔，而在当中他有很多的州，那些卫星国家在环绕着他。然后我们看到接下来这边讲到说，开始有这个哈达，其实还有其他的人开始在敌对他。所以这当中我们看到他的兴盛也不过就是如此而已。因此在这里面让我们看到，在这样情况当中，其实回过头来看，这不也就是所罗门他自己招致的吗？在这过程当中，他自己离开了上帝，而上帝也就用这样的方式，就像我们在教小孩子时候一样，早期在教小孩的时候会用棍子来打小孩，为了让他有警惕，为了让他记得这一次的错误，所以会用一些体罚的方式。有些人是用棍子打小孩，有人是罚站，有人是等等，有很多种方式在体罚小孩，让他记得不要再犯这样的错。所以我们看到早期上帝对以色列人的做法，也类似我们这些当父母的人可能会对小孩有一些体罚，让他们来长记性。
因此在当中开始有这个哈达起来。这边接着讲说，在这以前大卫征服以东的时候，大卫的军队的统帅约押曾经到那里去埋葬阵亡的人，然后约押跟他的部下留在以东6个月。那段时间，他们杀了以东所有的男人。所以在这里面，我们看到他们就这样进去了。所以杀光了吗？其实还剩下一些。所以在这之前，在大卫的时候，他们征服以东的时候，在那里去埋葬这些打仗自己国家的人。而在当中，我们看到，其实约押是蛮残暴的，他可以杀了自己人，他打仗的时候也不手软。他下去的时候，去埋葬了自己的人，也在那边驻守了6个月，也杀了许多以东的人。而在当中有没有看到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是不是有这样的不共戴天之仇？再怎么样也要把你打回来。但是在那当下，我们看到哈达应该也没有什么能力去对付他们，所以养了一段时间，然后后续讲到说，又跟埃及有这样通婚，所以他手上也有一些人，后来就可以开始起来兴风作浪。所以在这里面，我们看到，当前面讲到说，约押杀了所有以东的人的时候，接着这边说，只有哈达和他父亲的一些以东仆人逃到埃及，没有被杀。所以可能就是那一些仆人把把哈达带着跑到埃及去了。所以哈达父亲的这些仆人带着哈达逃到埃及去。在当中，这边特别讲到说，哈达还是一个小孩子，所以他大概没有什么太多能力。而在当中，也是这些以东的这些仆人，这些仆人还顾念着他的主人，所以带着这个小主人一起逃到埃及去。因此，在这个孩子长大之后呢，如果要再召唤这些人，带这些人去征战的时候，我相信这些人是忠心的。他们是能够跟随的。他们离开米甸到巴兰，在跟那里的一些人会合，然后投奔埃及。所以其实还蛮多人的，因为跟那些一些人会合，然后到埃及，埃及王给哈达田地房屋，又给他食物，给他住下来，就用这样的方式把他收编，让他住了下来。我想很多时候就是如此，我们收编一些人，总比他们捣乱好。而这些哈达这些人，其实我们看到，其实以前也常是这样子，把他们收编之后，把他们留下来，然后可以常常监视他们，然后通婚之后，你就会为了你的太太的缘故，不会再来作乱。所以在这过程当中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埃及王用这样的方式给他田地，给他房屋，又给他食物，在他当中应该也住了很多年。所以在约押的时候做这样的事情，而在他小孩子长大，大概有可能也20年的时间，可能在这20年的时间，也就是在盖圣殿20年的时间，他长大了。所以在当中给他田地，给他房屋，又给他食物，然后看到这个孩子渐渐的长大了。然后他长大的时候，在这个过程当中，他也赢得了埃及王的友谊。埃及王就把他的小姨子，也就是王后达比尼的妹妹给哈达做妻子，所以在当中就有这样的关系在这里面。所以在当中我们看到哈达也跟这王室也开始有了关系，其实也就是2个国家有这样的关系在这当中。他也在讲到说，他也有个孩子叫基努拔，那因为跟皇后，他的太太跟皇后是姐妹，所以在当中也讲到说，皇后抚养他，使他在王宫中跟王子们同住，所以他就像是王子当中一个，让他经历王室的生活。其实，在以东的话，他应该也就是一个王子，所以去过这样的生活。所以在这当中，我们想到能够在王宫跟王子一起生活的，前面还有一个人
是摩西。而这样日子在过了，过一段时间之后，他听到大卫去世和约押已经死的消息传到埃及哈达尔的耳中，哈达就对王说：“请让我回自己的国家去吧。”所以在他过去那一段时间，刚可能在当中，让他慢慢长大的过程当中，也就是在大卫还在世的时候，他这时候长大成人了。所以当他知道大卫去世了，约押去世的时候，是所罗门上位那3年、那4年的时间，约押被处死了。所以在当中，我们看到，当大卫去世，约押去世，那这国家当中，可能他最担忧的一些人过世了，骁勇善战的大卫，骁勇善战的约押死了。对他来讲，这是另外一个希望出现，他可以又回到他的国家去，重新来兴起他的国家。所以在这里面，我们看到，其实这个哈达，他也花了很长一段时间，在养精蓄锐，在等待这样的时机，所以他就对王说：“请让我回自己的国家去吧。”所以在当中，其实有时候我们要做一些事情的时候，似乎也要有一些等待，等待上帝给他机会，等待上帝的作为，等待时机的来到。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哇，很消极耶，怎么一直在等待？而这样的等待不尽然是消极，是你有没有预备好你自己，在这样等待过程当中去做一些预备，预备好就往下一个阶段去了。因此在当中，我们看到这个以东的这个哈达，我相信他在那一段时间当中也在做了许多预备，所以这时候他才能够很有底气的说我要回去了，他才能够有些方式来说我要回去了。如果他不够强的话，他没有能力的话，他不够坚强的时候，我想他也不太敢回去。我爸他们那么厉害的，都已经被我们国家都几乎快被灭了，那我回去，他们会不会又对我们怎么样？所以这情境当然是变了。这时候我长大了，这时候大卫跟约押不在了，这时候所罗门听说他很有智慧，但真的很厉害吗？所以他说他要回去了，王就问他说：“为什么呢？是不是你有什么缺乏，所以要回家？你缺少什么？你要什么我都给你啊！你要什么我都给你。”他说：“没有，只求让我回去。”他说：“没有什么缺乏。”所以在你的生命当中，你看到的是什么？很多人是因为我要什么拿不到，有很多人是一直想要什么，或者是甚至用情绪勒索的东西在要求我要什么。然而哈达，我想他可能看到以前约押对他的国家所做的事情，对他的家庭所做的事情，所以他还记得，而这些仆人应该也不断的在跟他们说，不断的在跟他说，所以他会记得以前的事情。对他来讲，很重要的是要复兴他们以东国。所以他知道，我不该只是在这边生活而已，我不该寄人篱下，我不该只是这样子，我应该有我的使命要去做。对我们来讲也是如此，我们需要有我们的使命在，照着我们的使命去做我们该做的，而不是一直在这当中，只是我得过且过，日子可以过就好了。因此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哈达他知道时间到了，因为大卫死了，约押死了，时候到了。所以当中这边也讲到说，于是他回到自己国家，回去之后他就上位当以东王。当了以东王，也成为
以色列的死对头。其实跟以色列是世仇的，其实有很多的国家。我们可以看到非利士人一直都是以色列人的隐忧，一直在攻击他们，一直有很多的征战在这里面。以东这边讲到说，也成为以色列的死对头，所以一直在影响的以色列。我想我们很多人都读过中国历史，中国历史往西边看，往北边看，其实都有一些国家一直在侵扰的中国，对以色列也是如此。所以前面讲到以东，这边又讲到说，上帝也使以利亚大的儿子利逊敌对所罗门。利逊从他主人索巴王哈大底谢那里逃出来，所以当中又有一个国家也在敌对所罗门。利逊他招聚了一群强盗做他们的头目。如果我们看中国历史里面，有很多的王其实也是山寇、山寨或者是强盗出身，所以在当中看到这一个利逊，他招聚了一群强盗做他们的头目。这是发生在大卫打败哈大底谢，杀了他的叙利亚盟友以后。所以当大卫打败了哈大底谢，杀了叙利亚的这些盟友，利逊只能到处流窜，最后他招聚了一群强盗做他们头目。而后来利逊跟他的随从到了大马士革，所以跟着他的这些人一起到大马士革那边住下来，然后被拥立为王。所以在当中他也自立为王了，被拥立成为一个王。而这两个也都是所罗门一个很大的祸患，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。因此在当中我们看到所罗门还活着的时候，利逊和哈达都是以色列仇敌，加增了以色列的祸患，又控制亚兰。所以我们看到当一个人在当中，我们看到当一个人他开始离开上帝，开始会经历很多事情。我们看到所罗门，看到大卫，上帝祝福大卫，然而所罗门开始转变了。其实在我们生命里面也是一样，我们可以回来看，其实我看到很多人生命很辛苦，没有什么喜乐，这边有很多的问题临到他。而在这里面有没有看到我们生命里面是不是虽然我们有来到教会，但是我们是不是离上帝很远？有许多人当我这样一看的时候，其实都会觉得很心酸，为什么生命要走到这样子？其实就像所罗门一样，其实如果不是那么的或许说违规，如果真的能够好好的来跟随上帝，日子不是很好过吗？而且有更好的发展，但在当中就要用自己的想法，在当中就硬要跟上帝作对，硬要照着自己去做那许多的事情，是不是上帝所喜悦的？其实他根本不知道，因为根本没听过上帝的声音，不明白。就像所罗门，其实他听过上帝有2次向他显现，但对他来讲，他也不太明白上帝的心意。在这当中，他也只是想要我体贴肉体。其实现在有太多的事件在发生，这么多的事件在发生的时候，也是让我们回来反省我们自己的生命，我要走到什么样的情况？我要走到什么样的情况？因此在当中也让我们来看，在我们生命里面，你的生命要怎么走？我们常常都说我们有选择，而你的选择是什么？你的选择是跟随上帝，你的选择是听别人说，你的选择
是体贴肉体，你的选择是让撒旦来遮蔽你的心。我们许多时候，我们都需要回来看，究竟我们的生命该要怎么走？你的话要怎么说？其实我们很清楚知道，有些人的生命是被撒旦蒙蔽的，但是这些人当然不会承认，就像所罗门一样，他面对这些的时候，他应该不会承认，甚至会直接把你处理掉。这就是我们的生命，这就是我们人的问题。所罗门所显示出来的就是如此。当他引入了这许多外族的女子成为他后宫佳丽的时候，而这些人他也让他们把他们的神像、把他们偶像、把他们敬拜的东西带了进来，这就造成了许多的问题。而这也只是开端。后续前面经文讲到说，所罗门也为他们建造了丘坛，让他们可以去献祭，建造了他们的类似庙宇的地方，在宫殿里面类似建造庙宇或一个厅堂，让他们可以敬拜他们的神。这不就是一步一步的吗？当神像进来，让他们那些神像有地方去，然后就在当中让他的后宫能够去敬拜他们的神。后续前面经文讲到后续，这些妃嫔，这些后宫的这些1000多个人，就开始要求他跟他们一起拜。当他拜的第一个，后面说不公平，为什么你可以去那边？为什么你可以拜他的神？为什么不能拜我的？就一个一个就这样堕落下去了。在我们生命里面也是一样，不管你在教会多久，从小到大，或者是只是几个月、几年，当我们的生命让那一些东西进来，让撒旦的声音进来，从微小的声音，慢慢的，这就是耶稣在讲的法利赛人的笑。虽然只有一点，但是会发酵。法利赛人做那乱七八糟的事情，从1个人、2个人、3个人，到后来整个法利赛的团体。因此在当中我们看到常常就是如此，在教会里面也会这样子，那种也是类似笑的在发酵，从1个人、2个人到整个群体。当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，列王记里面常讲到说，因为某一个人犯罪，导致了整个国家都陷入在罪里面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在我们生命里面，我们看到所罗门的生命，从他就这样开始沦陷下去，就像昨天的分享一样，变了。这种变了，并不是从第10章到第11章突然间翻页了，而是他做了许多的事情，他容许这些东西进到我们当中，他容许让这些神像，他容许让这一些外邦的女子进入到了他的后宫。甚至昨天也讲到说，他能够容纳这么1000个人的后宫，势必他已经建造好，他要容纳这么多人的空间。所以他是讲不好听一点，就是他有预谋的，他有事先规划好，所以他的建设就是那样子。所以他的堕落并不是一夕之间，他的堕落是从他建造圣殿，从他盖完圣殿之后，整个都开始了。因此在这里面，在你的生命里面，你是不是容许，你就开始在这样子回想。当我们在做反省的时候，回想你的过去，是不是做了某一些东西让撒旦有机会？是不是做了哪些事情？其实在当中也是一样，或许牧师也做了某些事情，让那些撒旦的作为进到我们当中，我们没有去阻挡掉。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因为人情世故，我们没有把那些撒旦的作为挡下来，因为人情世故，我们没有让那一些
不合上帝的心意的东西，把它切掉，却是让它进来了，让它留在当中，持续的在发酵。我们很多时候也分不清楚，但是我们有时候是知道了，但是却没有把它阻挡掉，就像以色列人一样。上帝很明白的命令给他们，但是他们却是违背了上帝的心意。上帝说一，他们就有2、3、4、5、6的选择，常常就是如此。所以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如此的惨状，在他们过去的几千年悲惨的历史就在当中持续的重演。所以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，一直看到有许多上帝恩典，有许多上帝恩典。但是在过了几年之后，他们又开始堕落。当我们来看列王记的时候，也就都常说从所罗门开始，从所罗门这样子做之后，就开始有这样的情况。从所罗门开始之后，后续我们看到今天讲到说哈达跟利逊他们进来了，成为以色列人的敌对的死对头。然而在当中我们看到，在这样的情况里面，生活就没有比较好。在这样的情况当中，持续的是在这种搅扰在那里面。所以当一个教会开始有这样很多搅扰的时候，我相信这教会怎么发展？要建堂没有办法建堂，我们看到建堂通常都是状况最好的时候在建堂。因为我听到很多教会他们在说建堂的时候，是他们比较合一的时候可以一起来建堂。或许建堂过程当中发生很多事情，或许有些分裂，有一些人不想奉献的就走了等等，但是确实有很多的见证，有好的见证，他们愿意奉献，上帝大大的祝福；也有不好的见证，有些人为了不想奉献，然后去哪边，结果他赔掉了比他预计应该要奉献的还要多，把他整个家都赔掉了。也有人因为这样子少数的奉献，在当中倚靠上帝，透过建堂的过程当中，他们生命被建造起来。所以在建造圣殿、建造王宫的时候，是在太平盛世的时候，是从大卫打下来的，在太平盛世。在教会当中，我们看到那些吵到不行的、那些不合一的，不会有建堂的事情。然而有更多有许多教会，当他们在建堂的时候，确实有很多造就起来。所以那一些不愿意付上代价的人，其实你们可以，其实大家都可以看到，那生命常常都是有问题的。而在当中，我们看到所罗门他的生命，当他走歪路了，导致他们家的后续分裂了，走歪路导致分裂了，走歪路让其他的人有插手的机会。因此在当中，我们回到圣经里面来看的时候，可以让我们生命当中有许多的反省，从所罗门的生命的转变去看到，其实他并不是这个转变，而是在当中可以说是发酵了，一个点慢慢的发酵，慢慢的发酵，重效会越来越大，那种倍数从1到2到4到8到16，这样的倍数在增长。一开始我们觉得1到2、2到4好像没什么，到后来其实去算的话，用2的 n 次方去算的时候，会发现后来是非常爆炸性的。所以这当中我们要看到那一种是要福音的广传是爆炸性的出去，还是我们想要的是那种撒旦的作为爆炸性的去侵蚀。就像我们生命里面现在死亡率很高的癌症，我们常常说你要让好的细胞能够
多一点，还是要让肿瘤细胞爆炸性的成长？我们常常用电疗、化疗等等的，甚至开刀把肿瘤拿掉。但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怎么样来处理这个？所以上帝也在当中也用了，我们觉得为什么上帝会这样做？他也在动手术啊，让这些敌对的势力来出来了。当有这样敌对势力，也才会带出我们的反省出来，去看到这一些事情，去面对这些情况。所以在这里面，其实当我们在读经的时候，都可以有很多的反省在当中，去看见自己的生命。然而，当我们在逃避的时候，就没有办法进到自己的生命的反省。我们常常是把它读过去，有很多人在读经，很害怕被上帝触摸着。但是我们看到大卫的生命不是如此。当有人指着他的鼻子，讲了一个故事，然后指着他的鼻子就说就是你的时候，有多少人可以像大卫一样说求上帝赦免我？其实大部分人都像台语说的更小灯小气。很多人都是这样子，不希望被别人知道，然后用很多的方式去打压那个人，讲回来就开始讲很多抹黑、造谣，很多东西在当中。我想这就是人，这就是人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在今天经文当中，你看到了什么？让我们回到今天经文的时候，再去默想，再去思想上帝的话。求上帝帮助我们去做健康检查，去看到不只是身体上的肿瘤这些病灶，而也要去看到你生命里面、你的心灵里面的那些问题，去把它诊断出来，去面对。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在读经当中更深的去默想，更深的求圣灵的同在。其实也在看到我们生命的问题，然后要去处理我们生命的问题。接下来有一段时间，我们一样要回来默想今天的经文，让上帝对你说话，进到你的生命的情况里面去处理我们生命的问题，让我们不至于像所罗门这样子。我们一起来默想。
主，我们感谢你，当我们来到你面前敬拜，当我们来到你面前领受你的话语，愿你多对我们说话。当我们在灵修的时候，当我们在 QT 的时候，愿主的灵就在我们当中。让我们透过所罗门他生命的情况，也让我们真实去经历我们生命所该经历的。主啊，愿主你带领我们，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看到所罗门的这样的事情，他的遭遇，他后续家庭的问题。主啊，帮助我们在当中去反省我们的生命，不要陷入在那样的情况当中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愿意跟随你，我们愿我们的生命满有主你的心意在我们当中。亲爱的主，我们要将今天的这段时间摆在主你面前，愿我们献上的是你所悦纳的，是你所喜悦的。感谢赞美主，我们将祷告祈求，都奉靠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感谢主，让我们有每天都能够有一段时间来到他的面前，一起来敬拜。让我们能够将自己来摆上。当我们愿意来到上帝面前，给上帝空间，给上帝时间，也愿上帝祝福在我们当中，也愿上帝拣选我们，将我们分别为圣。愿上帝祝福你。